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声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武汉肺炎伫咧台湾吼，这个暴力桃园病院啦吼。虽然今日咱无看到讲有任何的案例新增加，但是咱看到昨日就是昨啦吼，咱看到讲大家又搁惊一条。安怎讲咧？暴力桃园病院又搁新增加2例这个本土案例，咱讲是889甲890啦吼。尤其这2个本土案例哦，本地应该是伫讲吼，伫咧桃园病院较低风险的这个12A 病房，但是咧，为什么这个低风险？会验出这个病毒，也是讲吼有人治着病吼，即嘛赶紧来去调做是咱高风险的这个范围啦吼。目前指挥中心嘛讲吼甲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也是讲吼这个采检人员源头要继续来做。咱嘛讲吼，即阵伫1月初6甲这个19吼，伫咧部立桃园病院相关范围吼有出现的病患也好，也是住岗位的人，也是讲照顾者吼。以及咱头拄讲到889例吼，就医有接触过的这个人吼，对即马开始爱隔离14天啦吼，14天了后，咱讲吼相关的对象爱过来做采检吼。目前咱讲已经吼有差不多咱讲5000人吼需要去这个居家隔离啦吼。目前已经先隔离有2991人吼。咱么看到因为这个感染源不明吼，大家有影真惊吓啦吼。咱么看到讲吼，专院即阵是列做是红区啦吼，这是陈时中部长讲的。咱么看到讲感染源无明确的时阵，无时间搁等待这个检测结果。咱么看到讲桃园市真正爱来启动的啥？专区来大消毒以外相关的亲像学校啦吼，有社团的吼，也是讲爱去读册，应对及时来停止吼。另外，也是讲卫生局人力较无够，因为咱看到讲吼，真正要通知这个徛家哦，这个隔离的人吼，真正是通知未了啦吼，所以会当请这个民政局、社会局来去支援。另外，总统出来部门讲吼，拜托大家检查到咱讲接触的这个部分吼，主动配合咱讲防疫这个措施。另外咧，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吼，警政、民政吼专力爱来支援扩大咱规个这个防疫网吼。咱嘛讲吼，过去这个一个坑吼破去，即阵紧来补但是安怎吼会当指挥，会当甲这个疫情冻点吼，这嘛是咱即阵上大的关头。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前卫生署长涂生铁。阿明好，大家好。第二位邀请中华民国这个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要邀请金健康总经理阿寿卿。大家好。是啦，先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咱讲是5000个拢扣在来吼，这个本地咱有的是自主健康管理，但是因为889、890，咱嘛看到讲昨下晡6点半的时阵，过来开这个记者会吼，甲宣布这个吼，咱补破网要甲收甲这个5000人吼，但是敢真正遐简单先做来看。过2天再加上那个5000个哦，那个可能要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你物资就还没到嘛，这是一个问题嘛。然后再来到了之后，你还要分装，怎么装还是一个问题嘛。5000个不是我们一般装300个、500个。防疫物资规个排开，等待分装。部立桃园病院感染疫情一直扩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紧急提出超过5000个人需要居家隔离。桃园市嘛随成立联合服务关怀中心，除了协助分居家隔离通知书、居家检疫关怀包，环保局嘛针对相关车头等公共区域来进行大规模的消毒。整个桃园市也增加了这个电话通知的相关的一个人力。那针对需要做这个居家隔离以及关怀包的发放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尽速的来到社区里面针对民众的住家来尽速来完成居家隔离通知书以及关怀包的发放。桃车头附近拢无人，部立桃园病院发生群众感染较大，已经累积15例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扩散的效应嘛，互附近的商贩甲客停车的生意受到影响。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跟过去比起来差多少？普通排都是差不多20几分钟吧，所以差了4、5倍哦。对，连飞机落车嘛无坐。嘿，感觉疫情有感觉较严重。我载人客外地人客讲，我都唔敢来，不得已才来。今仔日是休关辅导的头一天，桃园市长郑文灿嘛紧急宣布，为着减少群聚风险，而且互家长甲老师会当放心，自即马开始休关辅导停课，放学的时间又搁后来寻求调整。虽然指令下甲真紧，又搁真急，毋过防疫第一，真侪间学校嘛随宣布停课的时间甲配套的措施。针对客服、志工、社团、营队，还有学校的
这个室内空间的外界，今天开始就通知停止。一大早就接到指示，韩府要停课，所以我们今天的同学12点放学，下午就不得留校，明天开始按照比例韩府退费。桃园市教育局补充，自即马开始，包括家庭活动，还有校园场地暂停开放。大园高中校馆英语也延期，武陵高中毕业旅行取消，中小文嘛取消开幕典礼，啦啦队的表演。另外，桃园的长照机构嘛暂停探视3礼拜，做落来要迎接旧历过年。桃园市府扩大规模来紧急应对，希望会当赶紧切断疫情的扩散链。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针对这桃园病院，咱讲群聚感染这个扩大，本地吼讲会当控制伫咧这个院内这个部分吼。问题是咱头拄吼是顶礼拜有咧讲吼，可能有这个莫斯巴嘎这个咱讲吼，这个伫遐做工课人，即阵吼咱嘛看到讲吼，本地应该是伫咧疫区的人看到吼，即阵是12A 这个病房吼，煞出现确诊的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嘛好好来讲一下吼，尤其吼伊本地是差不多吼伫10号进前吼，本地伫遐大院11号来去出院了后，想袂到咧吼，咱讲吼尾手佫因为吼开始有这个出诊吼，去这个咱讲有一寡这个各样的这个情形吼，尾手再去采检然后咧连伊的这个太太嘛小连续来确诊啦吼，这个感染源不明的这个意思，代表啥？咱先请教署长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动作是咱讲吼，甲过去这个 SARS 无共款的是这个清，咱讲吼，甲这个病院清空啦吼，但是这个感染源不明的这个情形。要去找这个病毒嘛，找无啊！咱讲病毒吼，2至3天可能就消失去。这个规模啦吼，咱讲即阵是透过这个疫调这个方式，先来讲到这个感染源不明的这个部分，好吧？是，咱台湾的做法吼，是全世界算第一帮上赞的啦吼。咱想办法要去找出讲，是卫队传来，还是从什么人传来？所以这样特别拢叫这个交这个人有接触。比如接触15分钟以上，所以可能就是安尼传来。是。安尼吼，会当掠着所有感染的来源对啦。这是做啊真好，但是伤过重视这什么人传互什么人吼。这有当下吼，对人煞变做讲，我咱就甲人当成讲一个歹物安尼吼，毋是。人是咱要关心的，咱是要甲找出来讲好甲照顾。是这病毒才是咱要对抗的啦。但这病毒毋是存伫人顶面的，因为人会扫出来啊。你讲伊两个接触，但是吼有足侪可能伫环境中，环境吼，所以我一直讲你毋通想讲你交人接触，就是伊会传染互你，毋是啦，有可能伊去便所也好啦，伊去桌仔顶来摸来摸去啦，还是扫一个迄个病毒伫桌仔顶、椅仔顶、免拔、楼梯，甚至迄个电梯的按键，你家己可以摸来，摸来去摸到家己就，所以这内底吼。真欢喜，大部分拢找得到。但是我是感觉讲内底有几个啊吼，不一定讲就是你讲的讲，就是安尼接触伊较处理的，可能就是伊摸过的物有病毒，你去甲摸来引起的。这个表示讲咱爱开始袂使讲干那讲人，我爱讲环境啦。当然环境你要去找，不一定找有啊啦吼。但是因为环境，所以你看这个第12A。病房这啦，是我伊讲他2、3楼后，还迄个医师、护士是毋是？我有落去甲讲无咧，无共病房因的系统无啊。这应该是上安全，你这或者疫区的这个所在，低风险的。有可能所以讲讲，咱爱知影讲，有可能因吼去1楼迄阵做啥物代志，还是讲因这护士，还是讲陪伴人，有去对多好接触，所以是环境有啊。所以安尼啥伊也变利器变方式，伊也特别紧张。搞不好12楼遐个环境是已经有啊，嘛有可能毋是12楼，有可能这个8889是患者嘛，家人传回嘛有可能，嘛不一定是讲就是异地病，所以是这个毋是讲一定患者甲传人出来人，患者个一定护士甲传，嘛不一定安尼，有可能拢拄好去吼买一个中昼顿吼，还是安去传着，还是便所去对，所以咱就话看到这个知影讲环境我足重要，袂使干那一直咧找人，若找人了，都找无煞，大家都讲紧张，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吼，对这个环境做一个较好的消毒，这我是不加赞成啦哈。所以即马讲规个拢封起来啦，尽量爱用啦，这种利器封器的观念吼，可能还是要稍微放宽一点，说环境有可能
污染着。污染，当然即马已经无法度啊，因为若真正若要病毒，可能个新的传啊，无讲2、3日以来，可能拢无效嘛。所以，但是不管怎样，环境做一个好的迄个什么呢？整理吼，清气吼，这对这咱医护同仁嘛是较好，嘛互因等于一条教训啦，讲恁这是环境可能有哦，你唔通讲我无交斗阵啊，你无交斗阵，但你有可能坐共一个电梯，你有可能爬楼梯，是去共一个便所，所以这个时阵，互大家警觉性更加强咧，我是感觉这是好代志。有影，咱讲吼，这桃园这个病院吼，其实咱讲收治差不多1/5至1/4，这个咱讲吼确诊台湾的这个患者伫咧吼，其他有真侪咱讲专职病院吼，但是无像咱讲这桃园这个部立病院遐尔规模遐尔大吼，安尼这个部分吼，其实伫咧消毒的这个方面也好，也是讲吼咧做疫情调查这个部分吼，其实拢会当个吼透过这个案例群组感染，咱去学到啥物吼，其他的这个病院建议啦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医师啦吼，你安怎去看讲吼？若是吼透过桃园病院这回一件代志吼，去甲咱讲吼所有的这个病院有一寡建议会提醒因的什么起势吼是啥物咧？当然这是安尼啦，因为这间病院收遐济，咱讲迄个这个武汉肺炎的病人遐济，咱讲哦，咱常咧讲暗路行久啊，嘛会撞着鬼啦。讲实在这是做无法度的代，你遐济病人伫的，你讲你感染控制偌严格，讲实你总是有一个有当时无注意的时阵，你就会得着。你看世界各国对一间病院无发生这件代志，咱一直咧讲什么感染控制安怎偌严，但是你看像喺美国、欧洲遐，大家拢医学先进的国家，你看因的医护人员嘛好传染偌济人，是，伊毋是无装备呢，嘛毋是无管制呢，嘛是无法度啊。因为病人济迄阵你就无法度啊，尤其是若人搁济，搁人搁忝，医护人员无用到无时阵通食饭，无时阵通休困，伊总是有15迄阵，伊就会传染着。当然，即间病院是安尼啦。讲实在，咱较早一个病院来讲。你讲你什么几楼，你总是有共同要经过的所在嘛？电梯、楼梯间，是吼。你食饭的餐厅，买物件迄阵，你总是会大家共同会行过迄个所在。你当过行过所在，若有一个有破病的人，甲即个病毒染伫即个大家共同要经过的所在，别人可以摸着，伊就互传染着啊。所以。做歹讲就是讲，当然咱讲实咱陈部长嘛足认真做拍拼的，但是当初是认为讲可能一间两间的楼，可能2间3间病房内面可能有传染着，所以甲分做讲红区、黄区、绿区，意思是讲这个红区是较严重的所在，黄区是这个红区边仔的病房可能会互传染着，绿区可能离较远无代志，但是讲实无法度讲考虑着讲你。共同经过说，比如说电梯、楼梯间、餐厅、便所咧，你嘛拢会得着啊！你讲迄门里外，常常摸来摸去，大家嘛会得着啊！所以这个，咱即摆咧讲什么爱分层分流。咱分层分流，上重要就是讲，大家拢莫有一个病房，你莫含另外一个病房有经过共同经过的所在，伊个空气嘛爱袂使流通的咧。你。对一间病院我都做干呢，咱这个病院，你若讲要做干呢，就是要甲一间病院拆做几10间病院共款。你唔只我都讲分层分流，是大家拢是独立的。你若大家拢独立的，你就袂互相传染着嘛。你即马唔是啊，你即马逐间病院，咱对大病院讲甲严重大病院登记，对一间病院，伊的病人讲袂经过共同经过的所在，大家嘛有电梯共同爱经过所在楼梯间，伊餐厅咧。但嘛，去餐厅买物件，迄陪病的迄一寡亲属，伊嘛去餐厅买物件，去互即个伊顾个人，因老爸老母来，因亲人食所以这一定互相的传染。但是咱爱强调就是讲，爱甲这民众强调就是讲，你手吼，要摸甲你的面、目睭、鼻仔、喙进前，一定爱先洗手啦。是啦吼。医护人员嘛是共款，我讲我医护人员有当时哦。你看有当时啊，合像咧陈部长有当咧，有当咧出来咧讲迄个疫情迄阵，有当时嘛无注意，会摸着鼻啊，会揉目睭、揉鼻啊，
这嘛无法度。这就是有一个风险。咱平均讲是一个人吼1点钟吼，那较早人的统计，一个人1点钟来会摸30-40摆你的面啦。你想看觅，你一工会摸几摆啦？平均的。 1点钟30-40摆，去洗手啦。你定爱先洗手，你爱想啊，别摸者先洗手哦，啊先洗手较来摸，无你哦无法度啊，这毋是讲甲喙内拖的传染嘛，这接触的传染，摸来摸去一定会搁传染。虽然咱有挂喙炎，但是你手摸来摸去，共款啦，共款意思。啊，咱搁讲到这个病例啊，这个桃园暴力病院吼，咱其实看到讲吼，伊的这个病院吼，安达有这个 A 栋甲 B 栋吼，啊，其实咱讲吼，直接交流吼，嘛真顺畅真接啦吼。啊，所以咱看到吼，这回伫12A 这个部分，也搁有咱出现到这个感染源不明的这个部分吼。安怎先来讲呢？这个建筑物的这个设计吼，其实头拄啊这个苏庆之也有小可讲到啦吼。啊，感染源不明，啊，咱搁去追查吼，啊，可能即阵咱嘛搁爱吼扩大到5000人这个隔离，实在是。 食力啦吼，即摆是安怎讲？昨昏嘛，开第2届的记者会，就是甲大家讲呢。本来是想讲，我直接甲即个12A即个所在，就是咱新发现2个人，即2个人是找无，到底是啥话互伊嘛？吼，所以就讲安尼，即摆本来找无啥物人，啊，即摆即12A，咱甲伊从青绿色变红色，啊，红色的定义就讲，啊，即个是风险较悬的所在，咱呢即红色个区域的人吼，伊转去就来居家隔离嘛。可是后来想几点钟了后，佫出来开记者会，就讲咱是规个病院啦，莫佫分啊，规个桃园病院，咱就甲伊算讲，伊拢是红色的。是。啥物？所以你站遮有1月6号甲19号嘛吼，你有淡遮住院，也是淡遮陪病吼，啊，你即满呢转去，你要开始踮恁厝的呢隔离。是。啊，现在会突然间有咱的转变吼，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拄啊署长甲咱医生讲的一个代志，是讲以前咱拢想讲。 我爱找即个人，伊是安怎去画着的？安怎画着？我想，伊有甲跟已经确诊的人面对面无？有讲话无？讲迄个当时有喙暗无？啊，总啊无带喙暗，也是讲较久，安尼就知讲啊，已经去互伊画着。可即2个人找无啊？找无的时阵，咱咧想，是中午有一个人咱无找着吗？就是讲啊，即个确诊的人，伊传互即个人，伊再传互即2个人。 是毋是电网漏交？啊，这种电网漏交，咱无找到伊，安尼真危险，对不对？因为表示有一个人，伊可能是确诊，伊是已经感染啊，可是毋知你倒，搁你倒拍走，对不对？所以一个问题。可是即摆咱来想去第2个可能，就是拄啊，咱署长咧讲的，其实毋是咱中央漏交一个人，中央漏交是一个名，伊可能是一个啊。 咱门把，嘛有可能是一个按钮，其实是去伊饲了呢，爱伊搁去饲。其实咱无闹交人，咱闹交的是物啊。可是物啊共款哦，咧表示讲，咱规个即个步入桃园病院，因为虽然吼，咱即马起甲足水的，啊，咱有6楼、7楼、8楼、10楼、12楼，即马吼看到是有病人，吼有确诊的病人，可是其他的楼敢无问题，因为伊拢相通的嘛，伊即栋甲即栋搁连呢，每一楼拢用行来行去，所以。 事实是无隔开的，虽然讲咱进前是讲希望大家分仓分流嘛，所以是讲应该会隔开，可实际上是做袂到，所以变成你有接触到这个桃园病院的，咱拢爱算讲你有去过，你有可能有摸到这个病毒，因为你会记得进前因迄。 中国迄个防疫的专家钟南山，伊人就讲，即个病毒吼一个问题，就是讲，伊不只是病毒人传互人，真重要是环境的传互人。所以因即摆中国就讲，因那什么吼，鲑鱼啦吼。 鲑鱼嘛有嘛，啊蓝莓嘛有啦，因什么嘛有？讲因即摆我甲进口一个食品咧包装顶外嘛传讲无病毒的，所以咱即摆习惯也无好，我若讲摸面啊了后去摸喙，我就对啊，所以我伫即个病院出入过，啊我毋知影我有去摸着袂，所以即摆爱做的代志就是讲，你风险较大，你带较济工遮人，你就是隔离，啊敢去门诊，敢去急诊遮人，啊你就爱自主健康管理。 你要随时注意讲，我即马是毋是有较无爽快，喙暗大起来，啊，敲电话看我爱去倒，所以这重要，因为，我会记得进前一个真古锥的所在，讲这个病毒吼，感觉介厉害，你看吼，其中有一个医生啊，伊佫有带一个打 N95呢，啊，一个带外科的喙暗，啊，2个差讲10分钟啊，安尼就对，这只哪遮厉害，这只无厉害。进前咧中国有一个人讲啊，有一个人因安那传的，就是因去菜市场啊。菜市场即摆这两个人哈，拢总拄的时间差不多几10秒尔。伊讲安尼就传。
其实毋是安尼传，因为你毋知影即个已经感染的即个人，拄啊毋是有可能有头前酷酷扫，嘿啊酷酷扫，啊伊拄啊酷酷扫喺菜顶外，啊伊去摸啊即丛啊哪啦，其实咱拢叫是有看到的时阵10秒，毋是你毋知影伊去倒去摸。伊伫菜单可能伊徛。菜单伊就拄啊摸着，伊拄啊淡仔酷酷扫，伊也无带喙暗，你就对啊对不对？所以咱即摆是讲，你有去过桃园病院，你拢爱想你有可能有摸着。啊，总讲啊，咱也有去过，咱即摆就是乖乖啊。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就管理，爱隔离的咱就14天，啊14天后咱再来验看嘛有对，啊无对，甲关7天。我感觉总讲咱这个动作啊做了确实吼，我家己感觉啦，因为近期甲这5000多人吼叫伊隔离了后，有可能咱即届的安全下装啊，甲今仔日了后14天算完安尼。是，咱讲吼，先甲这个5000人甲箍起来吼，过去咱讲吼，这一冬以来吼，咱讲。真正咧隔离的人嘛，差不多10000通下尔，但是这回咱个10000通的这个一半吼，所以咱讲吼，这回真正是扩大再扩大吼，因为这回吼，咱讲本地吼，你讲迄当阵，但是中部顶下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小连续咱有看到讲8天以来有9例、10例吼，啊，即阵咱个看到这个无伫迄个咱讲确诊迄日内底吼，佫有889甲890吼，所以咱看到这回吼，真正紧急伫咧昨个记者会。5000个拢嘛找着，但是咱头拄嘛看到，要找好这5000个，真正毋是遐尔简单吼。啊，有诶吼，讲卡这个1922吼，甲咱讲吼，这条线嘛卡到边去吼，真正啊，即阵吼伊嘛有讲到吼，透过亲像这个手机啊 App， 嘛会当去找着相关的这个资讯，也是讲吼看这个新闻，嘛会当吼去了解讲啊，所有隔离的这个情形啊，头拄啊这个苏庆之嘛有讲到吼，若是有去过吼。你若是无直接接受，若是有去过，你就自主健康管理，这是上好的这个办法啦吼。啊，咱嘛继续来先看讲吼，这个咱讲12楼这个外科病房，本早吼咧喂着病这个时阵吼，无找着这个感染源，嘛有感染科的这个医师就讲，这是武汉肺炎这个病人吼，一般拢是伫咧内科啦吼。啊，所有这个外科病房嘛有喂着吼，可能应该就是咱头拄一直讲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吼，规间病院拢已经无安全啦吼。嘛先做来看。玻璃通病院去互感染的人扩大到12楼的外科病房，感染源也搁等待调查。感染科医师认为讲，指挥中心回溯5000个人的隔离要执行是真困难，应该把这5000个人安排去集中的所在，或者是指挥中心必须调配有够额卡手来注意隔离者敢是有落实相关规定。玻璃通病院明显已经呈现全院拢有风险的状态，疫情的变化比原本预计较复杂。疫情的发展本来就会有些意外，现在看起来是以前认为是安全的地区的病人也被感染了哈，所以整个桃园医院呢似乎是没有安全的地区了，他才会把这整个规格拉高，就变成曾经去过这个环境的人，待过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隔离。昨天要求大概1月6号到1月19号的我们整个一个回溯的管理，有3类的对象一个是在这段时间出院的病人那有就是他不管是病人本身跟他同住的家人，还有那个陪病者跟同住的家人，那再加上那个889在看病的时候有接触到的相关的其他病人，那全部都列在居家隔离。医师坦白讲，这件病院的感染事件，该继续观察，敢是阁有本土个案出现。所来阁拄好是旧历过年，海外台商倒来台湾，社区的风险至少会继续到2月底，民众的防疫一定袂当放零。感染科医师认为讲，无将玻璃桃园病院的状况，就哪像当年 SARS 期间的和平病院，原来环境可能早就已经去互污染，才会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如果是医院的环境有被病毒污染的话，包括电梯的按钮，包括门把，包括你的桌面或者是电脑键盘，如果被病毒污染的话，没有跟那个病患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形之下，你也可能得到感染，所以环境可能造成的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医师认为讲，就算疫情扩散，毋过也是无建议放院，避免无风险的人因为安尼去互感染。毋过拄好是寒人，若是依赖环境已经去互污染，病毒伫咧环境活的时间可能会较长，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避免感染佫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有的人也是分袂清楚到底什么是个自主健康管理，甲这个吼，咱讲隔离吼，搁一解吼，大家来了解一下吼。咱们看到讲吼，自这回这个事件开始，1月7号到19号啦吼，咱看到出院的这病患也是讲吼，带做伙的人吼，拢是居家隔离啦吼。1月7号吼，陪病者甲吼带共位的人吼，嘛是居家隔离。是你甲吼，咱头拄讲了，昨吼所出现的这个889例吼，就伊是有相关接触人，咱讲吼，即阵吼差不多是5000人吼。3类拢伫咧吼，处理厅吼安排啦吼，唔通出去。另外吼，咱讲即时徛家隔离14天吼，安排采检，结束了后，过来进行7天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吼。咱等下有一张图吼，再个详细为大家来说明吼。另外吼，这个急诊也是讲门诊的这个工作人员吼是自主健康管理啦吼。另外咱讲吼，若是讲门诊的病人嘛是共款吼，急诊的病人嘛是共款吼。自主健康管理会当创啥？正常的生活，但是吼上班上课吼，拢爱用上这个严格吼，遵守着专程你著要挂这个喙安然后来去做这个出外啦吼。另外咧，若是讲吼这个高风险的这个场所吼暂停来去出勤然后，所以咱讲吼，这步吼真正咱讲头拄啊这个比例来讲吼，这回应该是算上严格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环境感染源这问题吼，嘛会当比着咱讲过去这个20这个03年这个 SARS 吼，其实这回吼嘛引发着这个风风雨雨啦吼，这个区吼前局长吼台北市卫生局的这个局长吼，其实这个国家这个公文提出来，咱先请这个署长吼来先还原吼迄当时的这个代志啦吼，即阵伊甲吼这个咱讲钱吼，搁写伫过去的这个中央来吼，你安怎看？这是咱即马因为这个桃园吼，发生这个因为感染的这个代志了吼，有一寡人就想讲哦，怎想到迄阵2003年的代志，所以吼，也搁讲遐去啦。我即马个邱思提陈局长吼，就是我要嘛做用迄个吼，是，伊个出来讲，我照一张公文哦，伊这个公文我做认真的，留17、8档啊吼，是，拿出来讲，你看，中央叫我迄个封印的啦吼。意思讲，你看这边封印吼唔对，伊嘛无，伊嘛是讲爱封，类似讲封印的吼。是。所以事实上吼，伊摕这出来是想要证明啥物？我有啥无啥知影啦。应该是想要甩锅讲，中央叫我封印的啊，那就讲封印是不好的事情呢。是中央叫我封，我较封，这逻辑怪怪。一方面讲即摆爱封，一方面讲迄阵封那就唔好。实际上啥那爱封印呢？像这边啥那会？不是封印的封印，健康病院啊，因为迄阵就是和平病院吼，做一寡无符合关键传染病防治的这做法。是，因为因讲，哎呦，足危险的呢。伊个病院讲无啥想要接啦，是，无啥想要接了吼。卫生局长这样子来讲，无安尼，阮甲所有这个负压隔离病床，拢用结核病的。患者甲占咧，这样来讲，现在我无病床啊啦，所以我甲你转去其他病院，新光病院，我甲你转去人际我代你甲转出去，我安心啊啦。这点是足唔好的，因为你有若怀疑讲伊是感染，你可以这么坐跟人家去，中间那个传，去到另外一间个传，这是足唔好的，这完全无正确，但应该是安尼做。是，就按这个传业转出转到到尾啊，讲哇。一两样说找无到的啦，因为无怀疑到，但是迄个有啊，所以它变成病院内底吼，不管清洁工人也好啦，医师、护士个感染嘛。感染了，因的心态讲，我尽量遮拢无，你拢来我遮看病就安心，我遮拢无，这种心态吼，和这个因的感染说等于扩大。OK， 所以是因为安尼了，不得已要来善后，讲要怎，或者因的感染当较少，莫传出去吼。所以公文都来啊，所以佢开始讨论这个代志。所以4月24吼，知影，就是因为发生这个代志了，这个马英九个甲这个院长副院长叫这个卫生局长叫去讨论，这边安怎，结果因做一个结论讲哪安尼吼，那做封起来吼，那因就无叫做封印啦，意思减轻这个接触，可能会和这个疫情较控制掉咧，较莫去传去外口去对啦，简单讲安尼啦。结果因怎讲有这个决定了，拄好9点外。迄个刘树芳秘书长佮敲电话吼，这个马英九啊，讲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要甲因讨论，看要安怎处理啦。他们讲我这话话我无啥知，我是看迄出吼，
迄个SARS风暴吼，尾啊人去访问，慢叫，家己讲出来啦。我知讲因过去有即个过程，我是讲伫中央，因过来我有甲伊开会，所以阮专家我甲因开会，副院长甲因开会了，讲啊要安怎？伊讲按即步可能较好。啊，专家恁感觉呢？专家讲对安尼即有理，因为即个我都当安尼甲放起来吼，会当解决。但是恁爱做好几项代志。是。因为咱放起来是要互伊会当较紧，会当。发现有病无病，干接，毋是讲放起来要互恁内底吼，所有人拢点内底。咱就着加这着这安尼，我甲你放起来，莫拖出外口去，毋是。但是吼，因搞不清楚，因叫种莫拖出外口就好啊。是。过来你爱一个人吼，爱独立一间家用，啊，他有可能病迄个病有遐济，所以你爱去外口租房间。OK。哦，互因会当住。啊，即马这吼，拢讲了啊吼，讲爱安尼，个爱安尼做好无啊？中央甲地方讨论了讲，安尼做好，啊好了，该出一个公文。是。啊，这公文就是这张行政程序上有的啦吼。OK， 咱来讲着吼，好，先来讲着吼，这张吼专门管制人员出入吼，以及进行咱讲吼分区的这个使用管理啦吼，啊请照办吼，咱讲这是依照迄当阵这传染病防治法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但是因的这个人力有问题吗？分区就是因为迄阵都有两栋，一栋 A 栋 B 栋啦。啊，分区讲，你这栋吼发生感染较济，你这栋甲这栋袂使来往哦。啊，当然伊就有一个族人会当来往，所以一开始所以尾后叶军川就讲啊，咪甲你讲这分好，恁太咱拢来去啦。所以伊尾后较派人踮遐动，袂使来去。像这个这，他一开始做不好呢。啊，因为吼头前佫一个讲卫生局应该成立一个叫做接收接管的小组。啊，这接管小组改行政人啥物入去？实际上爱去甲医疗人员唔爱调动，像这边去做啊就好。是。该进去帮忙那个进去帮，该传出来就传出来，安尼。所以遐讲管住人员的迄个什么，这个进出啦哈，出入进出嘅公司，意思讲会使进会使出，但是要管住好。要管制好势。唔是讲爱定期一个。伊讲管住，唔是讲你个拢袂使叮当咧，但是要叫部来，叫传染病防治。所以这是公文，所以写了较简单，实际上。因这专家各交吼，邱局长，因有来个都讨论足侪即落些，了较讲你等于处理吼，你爱用这个监管小组去处理就对啦。结果伊就等于说叫讲啊，你何必安尼做安尼，所以几啊行，所以人吼，教授尾也出来吼，尾也有出来讲我太安尼，讲做啥拢无做无半行，哦，拢无做啦，甚至唔了无做，佮做较无应该，比如。一个医师，几个医师负责人，你爱转来，你讲我佫直接我家己自主管理，我自主隔离个好，我个医师我嘛捌咧，我家己知影，你讲无你一定爱就无这个政权抗命啦，是不是？伊不对，说这吼，对这医护人员来讲，我伫内底个想要处理啊，你佫叫我靠入来，所以伊讲足奇怪，我以一个较安全的位咧自我隔离，你佫入来较无安全的位，即摆做者配套设施拢无做。是。防护装置也无做，啊，邱书记去请太宗专员，所以因怎变起来就对啦。啊，这个是毋是封烟哦？这封烟就几啊种定义，像这边它主出不进啊，所以它是不进不出啊，说或是管住好，这个东西是无定义较清楚。但是封烟个唔是封烟是好的，但是配套措施做不好更唔好的。OK， 啊，所以今嘛底下讨论讲封烟不好，公文里面有叫封烟啊，这吼。心里有鬼 ，OK， 啊，唔通安尼做，这因为这历史就是历史，大家足常清楚的，所以不管卖一个出来讲这也好，就是出来讲这也好，这事实上还原历史，就是讲因拢讨论了，较来交中央讨论，啊，中央有咧讨论，中央办都一直咧讨论啊，但是讲台北市若无讨论，个啊，你就是迄种。行政带动啊，他有可能讲因无讨论，所以内底吼所写的咱讲专门管制人员出入，迄当阵若做这个一寡这个登记，也是讲吼伫外口已经说好这个病房也好，还是讲吼其他要安怎敲出来，这其实无吼像咱讲吼顶过。我就是惊伊做无好，所以人吼，迄暗去甲看了，佮特别去甲邱书记因讲，你啊这几项做爱做好哦，因为这是写原则，剩的足细节的，这专家会去甲讲嘛。我佮特别敲电话甲邱书记讲，这个代志吼，防疫阮会使到帮忙吼。你若真会当做，尽量做，因为你是卫生局嘛。是。但是有一寡毋是卫生局的代志哦。所以阮的传染病吼，防治法吼，足明确的讲，地方的传染病会
什么头人什么人？市长呢，唔是局长呢，因为传染病防治爱足侪代志配合嘛，所以我你看拜托市长还是副市长替恁找旅馆。去恁找会当大位，看因暗则等有位通一个隔离嘛，来到病院当然会照顾会用防护设施嘛，晚上等于结果毋是讲拢总甲囥伫大礼堂啦，阮包括阮那个副市长李龙腾讲，因为我就哇天啊头安尼，咱暗时做着加这着啊这，怎么可以做这个代志呢？这个伫公文内底有写无啊？那就讲好好的管住进出，你爱这管小组尔。所以我唔知讲，伊佫家这张摕出来要创啊？这一个行政程序上一定是为卫生署发文的嘛？啊，无要为对发文，敢会无发文？都无发文，我个行政带导啊，讨论了当然爱发文。啊，所以讲，这个中央甲地方无唔对，这中央甲地方有拢讲好啊，啊嘛讲应该安怎做，但是我唔知讲配套措施，他也做袂到，因为我交叶金川，我拢做过台北市的卫生局长。OK， 我想黄姐嘛知，台北市的医疗量能公共是不加好的啦，我若要甲处理，伊家会使处理啦。唔通讲一开始就想要杀个别的病院，啊，尾啊讲要处理这个讲伊无法度，这是我感觉讲这是能力的问题，配套设施做不好的问题，嘛，唔是讲台北市无迄个能力有，但是因为迄阵无安尼做，做无够好，所以产生尾啊个足侪内底的感染，这是足无才足唔甘的，但是个尾啊个发生这代志嘛，吼，所以咱。这边不应该可以讨论公文，啊嘛不应该可以讨论讲，这个封院是不好的，OK， 啊，所以这是谁叫我们封的？讨论迄种唔对，迄种唔是迄个防疫专业，人家是讲该封院就封院，但是该配套措施做好就好啊。但这边问题唔是伫遐啦，这边问题是讲，迄会当做咱养分嘛。如果咱就知影讲安怎做唔对，好即嘛就好啊。是这边因为桃园病院发生这个代志了。这个邱局长佮出来吼，指手画脚啊！但是这对我来讲，不管邱局长好，杨局长好，你是公共卫生专业，我知。但公共卫生唔是讲佢传染病专业呢，啊嘛唔是讲你个上高呢，因为我甲所有足好的专家学者拢跳做伙，因咧讨论，大家拢讨论咯。你出来了讲，恁做了无够好，应该按照我这4点来做较好。啊，若唔照去做。恁就是吼拍马屁的啦，吼，还是大内线的啦，还是说变讲讲安尼呢？甚至尾后佫讲到较离谱，讲啊，那我红媒了讲啊，无就是民进党甲病毒为香港绑架，啊，你讲话这个拢走进去啊，这拢唔是咧讲防疫的代志啊，这边咧讲情绪发泄，安尼咁好。这个不管杨志良讲的建议，还是邱书记讲的建议，拢不要紧，这应该是比吼。防疫中心应该防疫中心讲啦 ，OK， 因为也唔是无关系嘛。但是防疫中心的这个专家群，该去讨论讲对这项会使用，对这项袂使用。如果我讲这4点，我真无爱批判啦，嘛是拢好的啦。但是无要紧，你讲这4点，大家再去讨论。即上离谱讲哦，即嘛这样就逼开了吼，足侪政客啦吼。即来讲这4点足好的，你该安怎做？一个半桶沙讲这，咱可不一定感觉讲伊这上好，大家讨论啊。啊，一个完全外行的政治人物，过去讲这好啊歹，这个把这项代志、防疫代志，变成为政治家一直超过，这个唔好，唔好。所以我就话反映一下迄阵的这个真相，就是讲中央地方做讨论无唔对，啊地方有提案当然有，那无个是行政带动，啊了有同意无？有同意，啊专家有建议无？有建议，啊建议了有做好无？无做好，啊无做好了就是发生这个代志，啊无做好的后壁，就是有这个逃避的心态。OK， 相信咱这回啦，咱看到讲虽然这个桃园病院是扩大这个群组感染这部分，但是咱讲这个 CDC 吼。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因比想搁较希望这个疫情会当冻点吼伫遮啦吼，咱嘛当讲着吼，虽然迄当阵因嘛讲着是不幸中的这个大幸，但是小连续安尼撑起来，伊若是第一步吼，会当做着咱讲自主健康管理迄当阵的这个措施，也是讲会当伫遮吼，都吼下令讲到底迄当阵爱来讲居家隔离无，这个效果也是讲吼影响是无共款，咱继续搁请教林秘书啦。当然，咱即摆是事后咧讲事情的代志啦。是。那当初讲实，拄啊开始迄阵，因为敢若1、2个病房发生问题嘛。迄阵838、839，真开始发现2个案例嘛。是。啊，当初伊想讲，
可能干这两个病房啊，因为来源是知影讲迄个病人传染给这个医师，啊，这个医师传染给伊的女朋友嘛，啊，所以就讲干那安尼尔，啊，可能若有上计是伊病房内面这两个病房有发生问题嘛，伊迄阵当然是无完全考虑讲，虽然是安尼讲，但是呢，这医生嘛有当时会去其他的别位的病房，还是讲会经过行来行去，电梯坐来坐去吼，啊，这护理人员嘛是共款啊。哦，所以当初是安怎即个无完全讲叫因居家隔离，这点是较讲实会使检讨一下啦吼。当初因为因即个护士捌去病房，伊诊所看过病呢，表示讲伊无往限制讲伊爱住厝里隔离。哦，伊可以诊所会当去看病，嘿，伊般诊所看病。迄是诊所因较谨慎吼。还迄个诊所医生把伊拐开，是。停业14天。啊，所以当初咱伊无受到遐严重啊，因为当初迄个进前迄个纽西兰迄个技师，你看伊伫咱台湾拍照，安全路证，大卖场也去，百货公司也去，结果拢无代志。所以可能互指挥中央认为讲可能也无使遐代志。啊，但是病房佫是病房，因为病房的传染性较大，迄病毒的量会较大。啊，伫迄个病房内面算是较封闭性的空间。其实个纽西兰技师呢，伊嘛伫因的飞机内面传染互因两个副技师啊，伊嘛是有传染着，因为伫迄个驾驶舱内面的因迄个空间较小，伊就会传染着。但是伊伫外口伫行搭，伫迄个百货公司大卖场，伊就无代志啊，因为迄空间较大，所以病毒的量较少嘛。啊，但是病院无共款啦，病院吼，伊的空间是较算讲嘛无讲像迄个飞机内面较小，但是嘛无像迄个外口的大卖场较大哦。啊，伫这个病院内面，你看迄个医师的休息的站内面，就有发现足侪病毒。其实吼，你若甲检查看吼。毋是干那迄个医师的休息的迄个房间内面有尔啦。我相信迄间若有吼，四间拢有。足侪有嘛有啊啦，无可能干那迄间有嘛。啊，迄阵无考虑讲爱甲全病院拢考虑伫，什么爱居家隔离啦、居家检疫内面嘛。但是你看卖当初迄个部长呢，伊本来想讲要甲伊迄阵无怎拄啊报出来，伊讲要甲全院的人1000几个人。拢要做检查嘛，啊，到尾缩小讲，干几百个人检查。迄种时，就是想讲可能无遐济啦，可能这两个病房安尼，然后经过含这两个病房有关系的人检查就好啦，毋免全院拢检查嘛。啊，事后发现讲，毋是安尼哦。是，咱嘛阁看过讲第二段的这个时间，就是讲吼，迄当阵除了是院内感染吼，了后，咱阁讲已经探入去可能伫家庭内底啊。啊，买手大家拢咧惊迄个，咱讲吼莫斯巴嘎，迄个可能阁入去这个社区。啊，伫迄个时间点，咱若阁去做啥物咧？迄当阵咱发觉讲，咱进前感觉讲，什么款的人应该爱去隔离，咱感觉讲就是。第一个爱近距离嘛，时间爱有够久嘛，爱无炸喙安嘛，迄人就发现讲无够呢，感觉其实伊有炸喙安。距离真长，伊嘛是会中嘛。有一个医生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讲，到底是什么款的人爱开始爱去家来隔离？吼，迄当阵做一件代志就讲，咱可能有咱找有诶吼，这个红区就是咱拄啊7毕的啊，吼，也是讲10毕的啊，也是这病房，咱就开始来找。可迄当阵吼，老高一个就是讲吼，咱拄啊讲诶，其实这间病院咱。应该想进前咧2003年迄个SARS 的时阵，呆的急诊伊是安那关？伊关了吼，你去检查，伊规个急诊内底窗门啥拢找有SARS的病毒，你知影？嘿啦，就讲伊就想讲。咧病院发生这件代志的时阵，咱迄当阵无想着讲，无一定是人传，可能是咱病院有一个所在，也是有足一个所在，可能一定有一个时间吼，伊病人都真多。啊，这人你知咱人是安尼，我知影伊是较紧的时阵啊，我面对伊的时阵，我会足细腻的，你知哦，因为我什么物拢有治好伊，我知影伊足危险的嘛。可是你出这个病房，我感觉这足安全啊，我咧这就是食饭的所在啊，嘿啊，我这就是平常咧开讲的所在，我哪会想讲？
才有可能有病毒。所以你规个人你会放冷气，你放冷气后，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蒙你的目睭了。可是咱当初指挥中心你想无想到这个环节，所以就敢想讲，安尼应该是有够。所以迄当阵吼。佫是个真重要代志，就是大家拢讲检验，因为有人检验3届拢无代志，拢是阴性，所以第一个时间就感觉讲感觉无代志呢，因为咱即摆大家拢验嘛吼，这人遮尔紧着第一时间验拢无代志，同近的人拢无代志，较远的哪有代志？但迄当阵想讲，我已经甲同危险的拢甲伊验过，拢无代志。系啊，一定是政府，看袂记得一件代志，讲伤紧验嘛有问题。有影。因为伤紧验加上病毒，佫你潜伏期嘛，佫你藏下骹嘛，你根本验无，所以迄当阵还袂学着即件代志。所以咱就感觉，咱甲同危险的。同近的人，你同近的时间来，咱效率上好啦吼。同近的时间来甲验了，所以咱感觉无问题。是。就老高遮讲，其实毋是，有诶是还袂验出来，有诶根本就免遮尔紧，因为有可能是别个所在去画着。所以咱即马家规个拢框列，我感觉可是咱即马同就有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啦，就是即马所有诶。即个感染者吼，拢甲病院有关系。同酒嘛，同酒拢甲病院有关系。同酒拢甲即个桃园部的病院有关系啦。是，所以咱同酒即马会确定拢甲病院有关系。虽然讲今仔有人讲感觉什么有警察啊啥，迄嘛是讲伊去顾病人，而且伊嘛是还袂确诊，伊是讲伊小可闹尿尿，是，也是讲有落屎安尼啦吼。所以咱即马看起来，真好的代志是拢甲病院有关系，所以咱即马甲遮拢。框列起来，互伊拢莫阁叮当啊，互拢注意啊。我感觉应该是算较无闹高啦。即摆就是大家吼，民众爱注意，民众莫阁怎么已经要排队要试吃要创啥，买一个保险嘛排规个，你奇怪呢？行到要死都要买保险，两个大家拢扣。免保啦吼，咱讲真正你就是这做措施做好势就好啊。你人较远的就是同步。虽然才有真侪人拢报过吼，咱讲吼，咱讲居家隔离吼，佮带观众朋友来看一届啦吼。咱讲吼，这回是按算这个初6甲19啦，遮啦吼。咱讲吼，头拄也讲着病患也好，还是带工位人，还是陪病的人吼，咱真正吼拢是用着居家隔离的这个部分吼。安怎去算咧？就是讲吼，你上尾接触这个日吼是算0，买手算14天，了后咧14天你还阁去做一届采检。你买手若是阴性了后吼，佮7天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吼，安尼才是会当落实吼。譬如讲，你若是1月15来出院吼，居家隔离上少就是爱14天吼，15加14就是1月29吼。另外你甲自主健康管理加2月初5啦吼。所以咱若看讲吼，这个上尾啊，这个日吼，1月19来去陪病吼，居家隔离爱甲2月初2吼，自主健康爱甲2月初9吼。所以咱讲2月初9了后吼，才会当算是较平安的，但是有的人讲到2月底啦，署长你安怎看咧？这是安尼吼，要过年这边吼，这边这发生这个代志吼，互咱过年中间足侪吼，包括什么年终的演唱会啦，啥有诶无拢取消啦，即马大家爱取消吼，这我是有一个好处啦吼，互大家较警觉一下，无啥是有影吼，全世界吼，这个月吼，一定超过1亿个人。吼，是感染，1亿个人感染，迄是要低估呢，有足侪拢无啥准嘛。是，所以这1亿个人若感染，拢伫大国家，伫大都市，是啊，咱足侪人会来咱遮，所以吼，即马只有逐日拢有啦。有人讲要锁国，你安怎看？哦，这个咱个锁国袂调啊，因为啥啦？因为咱嘛家己咱的人哦。嘛爱转来啊，所以吼，这逐日拢有人入来，所以逐日只有拢有感染者。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吼发生这个代志，当然有较严一点啦吼。严一人就讲无要用什么方法，有人讲检查啦，检查就讲，万一若检查了，你头拄黄市长讲检查你3遍阴性啊，你佫无爱还出去，哎呀，你是要会出来，我爱出去。伊讲我有人权哦。另外一个加害，佮另外一个吼，佫有假阳性，假阳性你甲放入去。放入去了后，伊个改个去查伊这处做吼，愈搞愈大条，所以尾啊上省的方法吼，当然也毋真省啦，讲无安尼，大家拢做14日，吼，若安尼过来咧，佫7天，我真讲安尼14日吼，按照咱以前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拢足成功，就是讲你若感染了，出第5天有症头，但是第2、3天、第2天是可能会得感染嘛，但到14天，除到袂感染嘛，因为迄阵的病毒。
检查会到，嘛是死的啊啦，嘛是无好药的病毒，所以咱这个经验是不佳好，所以用这步啦。反正你有检查无检查，拢加14天，乖乖，安尼个，即马就变成讲有法度通乖乖无，哦，那像迄个纽西兰迄无乖，啊，若真讲即马吼，咱我发足侪人啊，所以即马李干事、李长，哇，就真艰苦，我爱甲因特别感谢，啊，甲这所隔离坐你的人，甲讲，这是为着你好，因你爱这中间拢无叫人接受。万一若发生镜头，你较紧去检查，啊，咱是基层医疗院所，基本上最敏感，佮甲你检查，啊，你检查佮免钱，因为这是医师叫你检查，啊，若安尼你佮早期发现，会当较紧治疗，啊，佮袂传到别人，啊，你反正大家人拢安尼吼，我讲这边啦吼，他当洪世清我特别讲好加在这边拢交病管理有关系，实际上我是对这要抱着一种乐观啦，啥哪呢？因为啥外口无啥传着，即马大家就注意哦，即马。无镜头的感染者是已经确定啊，这出都占一半，所以你若是找到一个感染者，有可能另外一个是无镜头的哦，你也用镜头来找，但你若是大拢来检查，啊个无问题。啊，若大家来入来拢14天，当然愈无问题啦。插有镜头无镜头，但是吼，伫外国足侪位拢有无镜头的，所以咱不排除有无镜头的走进来。第二，比如讲，咱就要证明讲环境的污染，可能比迄个较重要，比你有接触这个人无。所以即嘛，咱哪知这两点开始吼，袂使吼，佮要靠政府啊，爱求人不如求己，就警察好势。就这啊靠家己，因为你干那靠家己吼，可能100%袂传染，就是讲你拢莫去摸你的鼻是吧？啊无政府咧做，毋是为着讲零哦，因为无多人零，所以政府咧做是讲，或者传染，或者个交往吼，降到到阮叫做R0，迄就是讲。一个人会当传到几个人，你一个人传到一个人以下，这病过落来。啊，若一个人传到讲0.2尔吼，啊，若安尼，你这个病吼，佮只有传袂出去啊。啊，所以即摆咱是无爱互流行，这政府要做的，但无爱互家己感染，会靠家己。有影，无爱互这个流行是政府爱做，咱无爱互感染是家己的代志吼。即句这个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好清楚。咱搁一摆来看讲吼，这个针对这个群组感染扩大吼，啊，大家看法啥？有的人讲吼是要检验血清啊，另外来讲吼，这个有的个案要找着吼，大家吼，咱甲这个吼。围堵的这个墙啦吼，爱甲伊设落好势啦啊！这个血清的顺序排伫后壁一组啊吼，先甲一条吼，空列的做好势啦吼。有人都无共款的看法。啊，若是讲吼探病吼，真歹去做追踪啦吼。另外就是讲吼，啊，亲像讲这个医疗业务啊，送货人员可能拢吼爱列入去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讲到按表啊9吼，就是有的是这个一胎是阴性。啊，代表讲这个潜伏期也搁伫咧吼，病毒量也未够啦吼，所以继续搁请教这个医师啦吼，有的是要验血清也好啦，还是讲吼啊扩大这个咱讲啊有的人去送货，还是讲吼这个咱讲这个药商的这个业务啦吼，因拢爱控咧伫内底，你安怎看咧？本来你就是有接触的人，拢爱想讲，我怀疑你有得着啊。家己去自主健康管理嘛。对，毋是讲家做，当时你若感觉你有可能，你嘛去验，看你有病毒无嘛，嘛去验啊。因为你若有验病毒，你的对待方式无共款。因为你若无验病毒，即个，比如讲即个业务员啊、送货的人，伊嘛照常拍走啊，伊死个走啊。是。你若无验讲你有病毒，你袂使走，伊嘛是佫死个走啊。是。所以当然，若讲迄阵的时间，伫迄个汤病迄阵已经疫情咧厉害迄阵。迄阵有去送过货，有入去病房内面的，还是讲陪病者的家属咧，应该嘛爱去验一下较好啦。啊，是毋是爱验即个血清吼？验血清的好处就是讲，我知影你有感染过无 ？OK。啊，我若知影你有感染过，我就知影讲，你进前是毋是有接触过啥物人？遐人毋知有搁得着无？毋知影啊。啊，所以验血清迄个黄立明迄个。教授伊咧讲这代，伊目的是伫遮，啊，当然即摆是毋是讲马上爱做，当然是会当讨论的代志。如果你马上做，紧急无遐紧急，无毋对。啊，你甲遮个人甲关起来，关14天，较来验，啊，较安就好啊嘛。啊，你关14天，较验，毋是讲毋免验哦，因为即摆足侪人吼入来了14天了，佮验佮有病毒。啊，你要甲当作讲这是死啊是活的，足歹讲的哦。你若讲你心内有病毒，你讲你关14天，我敢含你做伙？唔敢。我感觉甲你放出，唔敢。是。所以若14天了，政府佮验讲你有病毒，伊嘛唔敢互你自主的健康管理也无哦，伊会叫你佮继续关哦。是。你袂使佮我袂走哦。所以这病毒14天了是毋是一定死的？
当初咱大家咧讨论讲，是毋是这外口入来这人吼，伫机场是毋是要搁验一摆？目的是安怎咧？咱即摆足侪人吼，3工前咧验无，但是入来迄阵验有诶嘛有啊。是啊。啊，你若入机场，你有验过讲，你有，咱的对台方式就无共款。即个人袂使黑白拍拍走哦。你要管较严的哦，管较严的哦，因为足侪咱健康管理拢无真正健康管理啊。OK。伫白本来要关伫厝的，拢四界拍拍走。当初咱一个出版社的老板，四界嘛是咧拍拍走啊。是。啊，但是你若讲你有病毒，伊就绝对唔敢有白走的。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关伫白房啊，你才会有白走的啊。所以然后真侪这个措施吼，拢要互这个疫情来冻点吼，啊，其实上基本的吼，若是要吼基本，咱讲会当吼，家己莫感染。头亲像头对啊，署长安尼讲吼，家己吼，这个卫生习惯爱搁较好的吼，因为即阵吼，唔单干咱这个接触，咱讲环境的这个因素也是有的啦吼。而且吼，咱嘛看到讲真侪县市，桃园也好，新竹也好，新北市啦吼，台北市、台南市拢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措施啦吼。亲像吼，陪探病吼，拢变加较严格吼。啊，另外吼，咱看到讲桃园市是开第1枪啦吼。即阵咱看到讲学校无要搁去互这个开社团也好啦，啊，讲休寒这要去读册嘛，拢甲冻点。啊，其实新竹市吼嘛是对着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这个政府有这个措施吼，啊，民众安怎吼对伊调整吼，这嘛是咱所望的。咱真正望吼，伫咧春节会当好好过年，但是即阵大家这个卫生习惯爱搁往好势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好评书馆，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